每一道拢是用旺来入菜上海口味，饭店一口气推出8项菜，要互消费者选择。但因为旺来将要大出，李向坚持以食在地、食当季为诉求的5000间饭店，今年竟是用行动来支持台南关庙小农。那在这个凤梨的季节，我们又是当季的食材，那我们又是位于凤梨的产地台南哦，那我们运用在地的食材来做一个减能减碳，然后多食用一些当季新鲜的一些蔬果，来降低一些反季节性的一个食材哦，但也可以为我们环保尽一些力量。在所有美食当中，包括大家拢真熟的凤梨虾球加旺来炒饭，饭店的总铺师无看播，除了公开食谱加煮食秘诀，嘛是地教大家如何伫厝简单5分钟，买当烹出5000级的料理。简单的东西，你有些东西一定要放，才会做得好吃。放入我们的青葱，好，现在放入我们局长说的凤梨。他也知道这个其他，因为这水果的东西都是最后放的，除非是你要焖烧东西，像烧的就是一起烧没关系。可是炖的如果是我们要炒的，这都是要你在起锅之前放下去炒2、3下就好了，所以他吃到它凤梨的香气。要太熟了，它香气又不一样了。研究煮食将近30档的总铺师，这回将旺来入菜，不止讲究色香味，重要是旺来营养成分，加对胃肠吸收、对目睭保健拢是好处多多。吃凤梨不是都会帮助肠胃消化吗？是因为它有丰富的纤维素。另外一个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清不清楚，其实凤梨它有很丰富的果胶，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道培养最好的益生菌，它可以预防大肠癌这件事情。其实凤梨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预防的水果。在饭店发表会中，市府观光路局长嘛亲自到场见证，到宣传集团料理，顺续还是手艺手艺满满。香格里拉的菜做得相当的好，那它怎么样呢？在这个对的季节，尤其是凤梨的季节，我们能够有一些美好的美食哦。那今天我们来看了2道菜哈，一道是我们的凤梨虾球，一道是我们的凤梨炒饭哦。那这2道料理呢，其实透过主持的一个说明哦，我们也更能够理解说原来我要在家轻轻松松的把一道结合当季的水果的一个美味，我们是很简单的。因为旺来外销中国被主动引发饭店业者嘛推出旺来相关的料理加饮料，希望吸引消费者来捧场做伙收听。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